今天带你快速搞懂文山包种茶要怎么挑才不踩雷。第一，看香气。好的文山包种，香气一定是清香带花香，自然不刺鼻。如果闻起来像香精太浓烈，就要小心。第二，看外观色泽。优质的包种茶前茶呈墨绿或深绿，条索紧结匀整。若是颜色黄黄碎碎的，通常品质比较普通。第三，看茶汤颜色。文山包种本来就是淡淡黄绿色，不要以为越深越好，太深的颜色反而可能是陈茶或重焙。第四，重要的来了，回甘度。真正好的包种茶入口清爽，尾韵甘甜，喉咙不会浅涩，如果喝完觉得卡喉，那就不是好茶。想挑好喝的文山包种，记住4个字：清香郁亮、淡汤、回甘。照这样挑，基本上不会错。